台语真难懂，愈讲愈难懂。大家好，群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唉，卡球赛结束啊！世界杯卡球赛结束了，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咧？你输偌济钱？我伫冠军赛时，我得500块，我得法国，啊，结果无赢。无赢啊！你得啥？其实我无得。啊，你无得哦。嘿也毋过吼，其实吼，你一定爱得好局，你才会赢。因为咱台湾的运彩吼，伊是无参延长赛。延长赛落去算，所以吼，你延长赛就算讲是阿根廷赢嘛，啊，你得阿根廷赢，你嘛无算赢哦。对，你也是输钱哦。嘿，你也是输钱哦。所以咱就会当知影运彩公司到底是趁偌济钱。这世当吼，虽然讲台湾人吼，踢卡球无讲足厉害，也毋过吼，侥幸吼，真正足强的啊。因为这个时代就歹过的啦。嘿啦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看吼，这个赢的就是阿根廷。迄个阿根廷内底这摆赢吼，拄好有一个名称球员叫做梅西。对啦，其实我看甲心脏病拢伫要举起来，迄场冠军战，因为一开始啊，就是看到阿根廷2-0，我就想讲啊，嗨啊，歹啊，歹啊。歹啊，法国要输啊！你介意法国迄个姆巴佩嘛？对，我最介意迄个姆巴佩。啊，毋过上刺激的就是讲吼，2分，啊伊个赢2分，对，啊伊个得1分，啊伊个得1分，来延长赛。所以咱今天要来讲这几个名称球员，有做者感动人的故事。第要讲的吼，就是梅西。梅西吼，其实吼，伊伫11岁的时阵，就互检验出伊有一个镜头，叫做心中激素欠缺症。伊就讲吼，伊身躯顶无够心中激素，会当互伊抽管。迄医生迄个时阵吼，甲伊讲吼，伊上济会当生到140公分尔。因为其实迄当时梅西就上诊断出有即个病症，啊，毋过迄当时啊，伊厝内其实无迄个经济能力会当负担伊的钱，一个月爱差不多是900块的美金2万几个的台币，迄拄好我薪水去2/3去。后来伊就真幸运，伊有拄到一位巴塞隆纳的即个球探梅萨奇，伊就愿意替梅西出这条钱，所以互梅西会当来治疗。伊即马就生到169公分。啊，伊搁带伊入去咧巴塞隆纳的俱乐部。是安怎？我迄当时拢无人甲我讲，我需要注这个心中激素。无啊，你负担袂起啊。你会当甲我赞助啊？我无钱，歹势吼。迄时阵我毋捌你，你毋捌我。4年之前。继续啊！不要瞎掰好吗？后来就是要讲到这个，伊的形象够有俏丽。伊倒手边佮到头家，伊是请因老母；啊，伊的后壁家，伊是请伊的囝的手个名。正手，伊是请伊上介意的人。伊的太太，嘿，就是因某。啊，伊伫咧结婚的时阵吼，伊就讲一句话：我所有的功能，拢比袂过爱我的太太21年这个时间。我上幸福的代志吼，毋是趁偌济球溜去，是9岁介意的查某人，到即马一直伫我的身躯边。9岁呢，9岁介意一个查某人，介意到即马偌专情呢。我感觉这我无法度。你这个彩回芳，好啦，所来要讲到的，就是这个，互我对心肝，而且嘛，互真侪介巴西人对心肝的这支球队，就是克罗埃西亚。因的门将实在是伤厉害啊！因伫 PK 大战的时阵，因的门将拢一直有法度甲球挡落来，嘿，甲伊挡掉，甲挡落来。嘿，啊嘛甲我的钱挡落来。嘿，啊，你就安尼输钱。所以我就讨厌伊的，无啦。不过重点就是克罗埃西亚的中场的球员，伊叫做 Modric。其实啊，伫细汉的时阵，伊是伫这个扎达尔出世的。伫伊5岁进前啊，伊其实是一个放牛的囡仔。啊，不过伫伊6岁的时阵，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发生内战，所以伊的阿公就伫这个内战当中互杀死。庆杀。造成讲伊后来就是变做难民。啊，不过就是变做难民的这段期间，伊就开始爱着骹球，所以伊就变做一位世界级的中场的明星球员，而且伊伫顶一届世界杯啊，伊是带领克罗埃西亚摕到亚军第2名。这摆其实嘛是上尾一摆参加世界杯，因为伊嘛差不多37岁左右。啊，这道得什么军？这摆是摕到季军。季军，恭喜！其实嘛是真厉害啦。因为吼自细汉刻苦，生活无好过，也毋过吼伊嘛是慢慢读，读出家己的一个能力吼。啊，咱小尾仔要讲的这个球员吼，叫做哈基米，伊是摩洛哥这个国家的球队嘛。伫咧摩洛哥拍败西班牙的时阵，就叫伊妈妈留来。
嘿，你去球场啊，看伊做伙伫遐跳舞。因为其实伊的爸母啊，拢是摩洛哥的移民。伫细汉的时阵啊，厝内家庭环境毋是讲介好。伊的妈妈是一位清洁工，拢四个替人斗摒扫。伊的爸爸就是摆路边摊的。不过伊的爸母就是拢真支持伊去踢骹球。所以伫后来啊，伊嘛对这个低收入户变做年收入会当超过1亿的这个真厉害的明星球员。嘿，咱讲到这3个球员吼，他拄仔讲到的姆巴佩，你是毋是足介意的？啊，你哪无介绍伊的故事？因为伊的故事无遐尼精彩，我感觉伊的家境算是无讲真歹。咱嘛是讲一下姆巴佩好啊，伊的薪水吼有9610万的欧。啊，算做台票吼，大好31亿。不过话搁讲倒转来，这支球队法国巴黎圣日耳曼队哪会遮好个？这就爱讲到吼，咱这办卡球赛办的这个国家卡达吼，伊是青山就油，袂甲伊人均 GDP 是全世界第4名。对，主要是讲吼，用出钱来办这个世界杯卡球赛。就那是甲这个球赛啊搬来到家己厝的门骹口来看表演安尼。是，所以吼，咱讲到这摆吼，虽然讲卡达吼因输甲真惨，但不过无要紧，因为咱办着这吼，就算是互世界看到因经济实力。对啊，啊，毋过即马无世界杯卡球赛，其实会感觉真空虚。如果明天咱跋筊，咱就会当倒去继续跋其他的乐透。啊，毋过逐摆拢袂着，啊是咱对这个明星球员迄背后的号码，比如讲梅西是10号，对这来跋。来研究一下姆巴佩是几号？无确定安尼，后一道乐透咱就得奖啊！种比如你安尼半号无叫，唔通来怪我哦。若是趁钱会当分互阮啦。嘿啊，了钱唔通怪我。嘿啦，后尾这一届继续讲下第一件等哦。拜拜。